立委补选的候选人，伫这个连假是真无用。这个新北市国民党的陈世伟邀请对我为美国回国的朱立伦到菜市仔扫街拜票，因咯有人发动选，嘛有人爱朱立伦选总统。民进党的这个余天是出国参加着自身的演出，要出国进前，先举办老歌的演唱会，甲太太做伙跳舞。 国民党立委补选候选人陈世伟加前新北市长朱立伦透早就到三立埔菜市仔扫街。陈世伟顶礼拜成立竞选总部，有高雄市长韩国瑜加持，即马有多位美国访问回来的朱立伦。朱立伦来选总统啊！陈世伟爱调咱的立委啦。参选总统声势真悬的两个人，拢来斗相共，那呢陈世伟较支持什么人？最重要的还是3月16号。 视为要能够先进入立法院，党内团结一致，大家要赢得最后的这个2020重返执政之路。伊的对手余天伫连假期间是出国做自身的表演，无竞选的行程。不过伊伫27就办一场老歌的演唱会。 唔那规家伙总动员，搁找资深的艺人来徛台，互大家观众看甲真够开。余天、李亚平、翁某两人搁合体推广有氧舞蹈。对老师你跳舞几个，余天就开始会喘啦，搁去弄到李亚平。就算人无伫台湾，嘛是透过影片继续拼选战。